疫情过后，大家拢出国佚佗，即马国际航班已经开始咧恢复。桃园机场今年顶半年客运量就已经有1516万人次，即马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60%。不过即马是有技术发现讲，桃园机场的滑行道路面有壁损，烦恼安尼会去伤害飞行机，会影响安全。目前这滑行道已经先封起来等待修理。航机慢慢叮当，准备停靠塔台指示起飞。详细看黄色飘线出行道部分所在涉水较白，这是翻修完的所在。最近有技术为航务通告内底发现 S9甲 S10出行道部分所在封闭整修，好亲像最近雨水伤大，涉水破去，烦恼会阁亲像较早喷透明膏的代志。不见得有马上立即的伤害，可是长期以来，你看这些泥水溅到引擎里面，溅到轮舱里面，在跑道这样滚行的时候，其实它速度是很大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有一些影响？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的。对这代志，通机场公司是讲，是挖进跑道有局部性材料老化破损，技术铺面无平，已经伫第一时间修理好，并无影响航班起降作业。通机场空测区目前原来有出行道停机坪，这工程伫进行，少部分也未整建的出行道损害风险较悬，若有小范围需要维护，拢会安排伫暗时定期维护时段完成。那我们趁着这个疫情期间，在108跟109把北跑道跟南跑道都修好了。后续我会再了解一下，它所指的是指哪一个方面的，或是地点在哪一个地方哈。其实2018年，到国际技术公布，桃园机场的跑道破去，落雨喷透明膏有磨破基链的风险。桃园机场虽然伫疫情期间完成南北2条跑道全面接整建工程，嘛逐工进行例行巡检作业，不过也是不时有跑道出行道封闭整修。航空业者建议，面对极端气候，一旦考虑换新工法。生物混凝土，它会自己去补这个裂缝。我想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，当然就是说陶机未来也可以去考虑。这维修的频率可能要视跑滑道的状况再去做调整。学者分析，桃园机场2条跑道伫疫情前已经无够使用，负担量大，个历史较久，比起其他国家，确实爱较热维护。未来若做第3条跑道完成，就当疏解旧跑道的压力，嘛才有可能全面封闭翻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